Hi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國潮頻道。咁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呢？之前我所介紹過嘅一款國內品牌呢，就係法拉蘇蒂同埋呢一個士繼堂聯成款嘅華夏時辰錶。咁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啲印象㗎啦。嗱，咁而今次呢所介紹嘅呢一款呢，就係法拉蘇蒂嘅魔鬼魚系列俾大家。咁唔係因為佢裏邊有啲乜嘢誇張嘅功能，咁只不過呢係平時我哋睇開嘅一啲長方形嘅手錶啦，機芯一反轉頭嘅時候呢，通常都可能係啲圓形嘅。咁而今次呢，法拉蘇蒂就利用咗國內比較少見嘅一啲長方形嘅錶殼，再配搭翻呢啲特別定製嘅機芯，咁而營造出一啲古典風格嘅手動上鏈。咁而呢一款呢，就係法拉蘇蒂最新推出嘅魔鬼魚系列啦。咁講起一啲好有情懷或者係古典風格嘅手錶呢，而家都係非常之流行。咁尤其是嚟緊2026年呢，一啲時裝 show 裏邊呢，好多都係關於一啲懷舊復古嘅美學衣着審美啦，都係翻去70、80年代嘅一啲時裝潮流嘅。咁作為現代首飾嘅一份子啊，咁當然就一定係要趕得上呢一個潮流噶啦。咁而法拉蘇蒂 Velours 今次呢所推出嘅呢一款呢，無論係顏色上邊或者係錶面嘅設計呢，都好有佢哋獨特嘅一啲古典嘅氣息。我哋而家嚟睇睇呢隻手錶。咁首先我哋嚟講講點解呢一隻手錶呢又叫做魔鬼魚系列嘅方形錶呢？我哋再打側睇睇呢一隻手錶，咁就係採用咗大面積嘅拋光弧線處理，再配搭翻呢一個橫紋嘅拉絲打磨。咁成個錶殼呢，同埋呢個錶耳左右兩側呢，都呈現出魔鬼魚喺大海裏邊一瞬間嘅擺動姿勢，咁定格咁擺咗喺呢一個錶殼裏邊。嗱，而呢一款類型嘅設計呢，我個人都非常之中意，咁而帶出咗不一樣嘅體會。而錶盤嘅正中間呢，就利用咗一啲直紋，同埋外盤呢，就加入咗一啲拉絲紋。嗱，咁而刻度呢，就利用咗歐美古典風格，帶出有羅馬數字同埋鑽石形嘅刻度。咁喺6點位置呢，就有呢一個方形嘅小秒盤。咁而時分針呢，就係利用咗復古嘅菱形指針。咁喺12點位置就係呢一個品牌嘅英文名 Velours。咁淨係單睇呢一個錶盤嘅外觀啊，就已經知道佢係2026年與潮流並進不可缺少嘅一個潮物啦。再嚟睇一睇呢隻手錶嘅錶底，咁比起其他機芯，大家睇到有冇啲咩唔同嘅感覺啊？咁係咪好似感覺上冇咗我平時所講嘅一啲日內瓦紋打磨嘅大路嘢？嗱，咁而呢一款呢，就係今次法拉蘇蒂其中一個用心改造而想帶出唔同嘅設計，咁採用咗特別定製嘅呢一個方形機芯，而機芯零件嘅擺位呢，都需要重新咁去設定同埋調整嘅，咁就唔係一般我哋平時所睇到嘅一啲大路圓形嘅機芯，再加個錶托，然之後再用一啲日內瓦紋打磨咁就算啦。咁佢哋呢，今次就採用咗一啲噴砂工藝嘅效果，再喺呢一個夾板上邊開窿嘅位置呢，就利用咗平面嘅倒角打磨，畫出呢一個線條感，再加入呢一個工業風格，就係灰黑色嘅處理。喺齒輪裏邊呢，就做咗呢一個打磨嘅拉絲。嗱，咁就咁望落呢一個錶背啊，係咪真係會令人一種眼前一亮嘅感覺呢？喺平凡之中尋找不平凡就係呢一種啦。咁而機芯呢，就用咗手動上鏈，咁而動力儲存呢，就係40小時，21600嘅震頻，咁而直徑就係46×33mm。而呢一款咁中性嘅手錶，又再帶出一啲古典嘅風格，我相信一定係適合大眾嘅需求㗎啦。而錶帶方面呢，就採用咗呢一個快拆扣牛皮嘅網紋設計，咁而色澤方面呢，就有得選擇嘅係黑色啦、藍色、香檳金色同埋三文魚色。而整隻手錶再配合翻呢一個內外古典風格嘅設計呢，我覺得真係冇得輸㗎啦。咁啊，如果俾你選擇嘅話，你覺得邊一隻顏色係最好睇呢？咁啊，留言話我知。咁如果俾我選擇嘅話呢，我應該會選擇呢一個三文魚色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呢，不妨去翻我哋嘅佐敦如畫國貨國潮嘅專門店呢，就試戴下，了解翻個詳情啦。咁而今集嘅國潮腕錶報道呢，就完畢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。